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这是云林高铁站的附近有一张葱仔园。最近这个葱仔已经会当来收成，但是搬商认为这葱仔无够青，也就是无够水，无爱冒，无爱买咯。种葱的主人唔甘这个新花就安尼白了工，所以伫个面册来公告，开放大家免费来挽葱。附近的民众是带大带小来挽葱仔，大家拢讲赚到咯。 爸爸带小朋友到田里替伊挽葱仔，阁有人专工骑车来挽免钱的葱仔，讲真正是赚到啊！带回去做什么？自己够用就好啊。葱仔园内底的葱仔是把葱的品种已经会使收成，不过是安怎会开放予民众免钱来挽咧？你嫌无够欧，即摆要叫我落肥落，即摆靠我无啦，我无落啊。是，无够本钱啊。系啦。像即摆菜市啊，一捆3公斤，卖无100块。 把葱即摆价格和粉葱差不多，平均1公斤敢若剩25.8块。真正因为大雨造成葱仔的量来减少，价格就较悬。8月每1公斤飙到75.9块，9月份葱仔的量就较稳，价格嘛降到48.1块。现在价格很不好，是不是？不是因为量出来了，之前贵是因为没有量啊。 葱仔因为量较济，价格就较低，不过采收的成本并无减少，葱仔农干那会使来放弃，予民众免钱来挽。